中国海警搁再指控菲律宾的公务船入侵因的黄岩岛海峡，所以下水炮赶赶走。因为菲律宾官方也是强调因的主权。美国总统川普继续访问英国，要接受英国国王的款待，也要甲英国首相来会谈，讲能源、科技甲经贸合作。目前，伫太平洋海面上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长的发展，有可能会成做风台、华卡沙甲米塔，明仔载开始会影响咱台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伫南海，咱台湾讲号做民主岛，中国讲的黄岩岛，一直拢是咱甲中国，也佮有菲律宾三国的主权争议地区。即摆中国海警搁再指控菲律宾的公务船是入侵到即个海峡，调港被弄因中国的船舰，所以中国的海警就来下水炮，甲菲律宾的船只赶走。因为菲律宾官方是来反驳中国的讲法，强调因的主权，这也是对8月中一直到今，中国甲菲律宾搁再伫咧海上爆发冲突。对方的船一直钻水过来，互菲律宾公务船的船窗玻璃一直有真侪水钻过来。中国甲菲律宾昨日搁再伫海上爆发冲突。中国海警局昨日讲，有10外只菲律宾公务船走入来中国主权海峡，南海中沙群岛的黄岩岛，也就是台湾所讲的民主岛海峡，也有船只调降拢中国的舰艇。已经对菲律宾船采取警告，也有处理这管制做法。菲律宾3016船，这里是中国海警3305舰，你在我舰首进行大角度转向，对我装备、人员安全造成威胁。对此，菲律宾海华警卫队反驳，讲中国讲白贼，也讲司法海峡的主权属菲律宾。美国官方讲，迄天正伫为30外只菲律宾渔船执行领导补给任务，扣住2只中国海警船一直钻水，对其中1只菲律宾渔船钻约30分钟，造成船只包含这个船长室，也佮有驾驶室严重损害，部分的船员受伤。有一寡菲律宾渔船未堪要攻击，也替被捕表示投降。Coercing, threatening, carrying out unlawful behavior. That is pretty much normal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这是伫8月中，双方船舰伫民主岛附近的海峡冲突了后，搁再发生海上冲突，也引发国际社会批评的声音。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发出声明，批评中国搁再以胁迫性行动扩张南海主权。英国、澳洲也对事件表达关心。加拿大驻菲律宾大使馆是反对中国想要用环境保护为借口，控制有主权争议的民主岛。公视新闻，但是董编译。2025台北航太展明仔载要起过，会展出咱甲美国买上强战车 M1A2T 海马斯火箭系统，也有咱和美国合作生产的低成本自主旋翼飞弹等等。另外，也针对着咱的海底电缆线长期的代志，咱阁有和美国来合作生产水下无人载具，会当来应对。3天的台北航太国防工业展为国防馆入去，上台重点包含对美军国的地表上强战车 M1A2T， 也有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中科院透露，这摆聚焦台美合作的国防自主研发军备，佮第一摆公布咱甲美商 Anduril 透过技术转移合作生产的低成本自主旋翼飞弹。因为我们是引用美方的原文，所以我们把它认作是飞弹。但是我想更明确的去形容它，把它当成是一个游荡弹药。我们准备花18个月的时间，把整个供应链在台湾建制。同款第一摆对外正式公开，也有甲美商开拓公司合作，射程1000公里的近空4型长效攻击型无人机，唔但用做8机攻击机、游标机、1机3向达到部队群作战的效益，未来朝向100%自制目标。前面的部分是我们，后面的部分基本上是先以它为基础，这个头也可以视需求，把它也改造成龙波球。那龙波球的话，它主要是放大雷达的截面积，让敌方误以为它是高价的巡弋飞弹，来用它高价的武器来消耗掉。那空中伫水下开部门共款，因看到台美合作身影，伫甲美商 Anduril 签署后续维持技术授权了后，国防馆现场要伫水雷甲鱼雷之间的升波器，最下自主设水雷，找那个声音的来源，他会去追那个目标。那我们把它当成是静态，就是类似水雷，但是它是个活动的水雷，让对方的目标反应的时间会缩短。后面那一款，它基本上是在做水下的
勤坚贞，这是暂时。那平时另外就是我们这边的海底电缆。为庆幸一直传出海底电缆断裂事故，中科院特别强调，这种台美合作的水下无人载具，水内底持久性应达到240点钟，对于损害进行修正有帮助。木那印度罗为强化无人载具的功能，中科院18也要甲美加6间各方厂商签署2项合约，4项合作备忘录。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关心到美国保守派网红 Charlie Kirk 的请案，检方是正式来指控家当谋杀等7项罪名，要求甲这22岁嫌犯判死刑。检方也指出，这个嫌犯有甲伊看性别的情判讲 ，Charlie Kirk 散播仇恨，互伊看袂落去，唔才来犯案。伫2000多人组织的大学内面，枪杀保守派政治评论员查理·科克22岁嫌犯泰勒·罗宾森，16是透过加压的视讯第一摆来出庭，伊无靠喙手，而且穿防自杀的黄衫。川普政府的官员亲像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巴特尔，是以历史性的胜利来形容执法人员甲罗宾森一步归案的行动。但事实上，在案发的33点钟后，伊是伫爸母和教会4大人的陪同之下，行入去警察局来自首。新办的犹他郡地方检察官葛瑞16召开记者会，宣布以家当谋杀、妨害司法和特警等7项罪名，对罗宾森求处死刑，而且公开伊伫包犯人侵害的面景顶悬留的枕头文，和逃亡的过程，伊发予当机的恋人自卑简讯。Roommate, why? Robinson, why did I do it? Roommate, yeah. Robinson, I had enough of his hatred. Some hate can't be negotiated out. If I am able to grab my rifle unseen, I will have left no evidence. 葛瑞表示讲，罗宾森阁和当机的恋人讨论伊刻伫的枪支顶悬电动和网络文化用语，和反法西斯的符号上顶，而且叫伊甲简讯的内容拢删掉，嘛莫甲当局讲。出身犹他州传统保守基督教家庭的罗宾森，爸母拢是有登记注册共和党的党员，老爸阁是市中的马甲支持者。一家伙是住伫南部一个以摩门教为主的社区，因家的厝是有6间房间。罗宾森学校的成绩真好，是厝内人和朋友拣来的优等生。伊妈妈表示讲，最近1年以来，伊开始一直对同志和下性别者的权益发表意见。伫咧伊和一个下性别者谈恋爱交往了后，和厝内人都常常冤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总统川普去访问英国，要接受英国国王车女士3世设宴款待。基顿港嘛要和英国的首相史凯尼来会谈，讨论能源、科技甲经贸的合作。为着这间，川普要来访问英国的警方是启动上关级的维安，要严防枪击案，也有暴力事件。好，为迎接川普到来，我背后的温莎城堡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要把温莎城堡变成钢铁堡垒。美国总统川普甲夫人16暗时到伦敦，这是伊第2摆以国事访问的身份造访英国。头站住伫美国驻英国大使馆舍，第2天中昼会到温莎城堡出席查尔斯3世国宴。因为美国右派人士可可互枪杀事件影响，当地安保升到上悬等级。城堡市级委员讲是更铁的封锁，街路上武装警员也佮骑马警察是密集来巡逻。空中也发布一个禁止飞行的命令。But I've never seen it like this, and I think it's far more secure than when we had Harry and Meghan getting married. 川普较为进前，抗议人士已经组织伫现场，提出对川普道德的质疑，加反对美国对伊巴冲突的态度。引来现场立场无同的民众，也甲因发生相骂情形。The UK government is scared of Trump. They're scared of tariffs. They're scared of upsetting him. He's a very powerful man. So rather than annoy the bully, you befriend him. The world is warming. Climate change is happening. If you don't agree with it, then you're ignorant. I'm not shouting, sir. Well, I am. Don't raise your voice. Respect your elders. You need to. 暗时警告抗议人士伫温莎城堡投降川普甲未乱囡仔的罪犯爱普斯坦的卫兵，迎宾仪式动员超过1300名士兵甲120只的马，组成军乐队甲马车巡游等。引来这个方式的召开，爱为160名宾客准备500份的宴席，菜色特别包含苏格兰元素，呼应川普的家族姻缘。For most of our menus, we try to make sure that we use the best that we can of the seasons.
produce from the different estates, so we really can utilise as much as possible. 这场花礼盛大迎宾场面，唔那是红色首要任务，更加是英国政府的外交王牌。伦敦期待经由7摆国事访问，在能源科技甲贸易领域达成多项协议，其中包含上届主要民用核能合作协议。美国将取代中国，将做英国新一代核能发电主要合作伙伴。公司国际新闻英国文刷报道。俄战争引起各国咧关注无人机的运用。今麦立陶宛国防部也伫咧学校有开设无人机的课程，希望会当提早来培育军队需要的人才。另外，针对着这阵啊，波兰甲罗马尼亚拢受到罗西亚的无人机侵扰，拉脱维亚的总统就呼吁保育组织来赶紧来发展反制无人机的防卫系统。学生专心咧看电脑荧幕，学操作无人机。除了无机飞行，学生也伫室内定地实际操作无人机。即间伫立陶宛西部都市头拉格的学校，离罗西亚加里宁格勒飞地仅20公里，是立陶宛国防部无人机课程计划高间学校内底第一间开课的学校。报名参加学生上细汉仅10岁。主办单位表示，这项计划毋是要互囡仔去战场，是为国家未来培训优良的军事人才，来形成无人机的新战术。Lithuania is actually taking very seriously, living in the in a neighborhood with Russia and Belarus. So there is a huge attention right now politically into the defense investments. 这月底，2架为被罗西亚飞入去的罗西亚无人机，当地立陶宛境内成为北约成员国立陶宛马上向美国要求加强防空能力。罗西亚伫这个月7日空袭乌克兰，真这架攻击无人机入侵波兰领空，和波兰甲北约防空部队拍落。这是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以来北约成员国第一摆开火，所以3日了后，一架罗西亚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领空。虽然北约已经启动东风小兵行动来强化欧洲东翼的防御，不过成员国连续遭受无人机的攻击，显示发展无人机公司新兴战术已经加速目前欧洲爱解决的问题。Anti-drone defense systems in NATO countries still need to be developed. Normally, you don't use very expensive air defense missiles to shoot down rather cheap drones. 法国总统马克龙10日甲来访问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参详波兰面临无人机冲击面孔的攻势，甲乌克兰战争等问题。拄好是波兰国安部门前一日伫华沙总统官舍建筑物顶悬发现有无人机飞过，逮捕2名被罗西亚籍的嫌犯。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来关心天气，目前伫咧太平洋海面上有2个热带性低气压正在发展，其中一个靠我菲律宾的可能会成做风台米塔，虽然会往香港去，不过这外围环流对明仔载开始就会影响到咱台湾。另外一个可能发展做风台花加沙，就要搁较注意，这强度会搁较悬。如果后礼拜日会上挖进咱台湾，规个东半部拢就要来严防大水雨。日头赤阳炎，上北甲同地区17个出现降温，新北5股中昼7到39.3度，三峡要38度。半时开始，随热带性低气压 TD20继续向西北往香港方向挖近，气象署预告发布海警机会低，严格外围环流影响，有缘有短时间落大雨的情形。明天一直到周六的话，都是受到这个20号热带性低气压或者它生成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那明天的话，在东南部恒春半岛出现阵雨或雷雨的时间会逐渐的增多，那会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的几率。今日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性低气压 TD21，因为海温对发展有利，正快速增强。气象专家讲，上近拜时因看到2个风台斗阵，也特别注意的是 TD21降水风台了后，下礼拜1、2会挖近台湾东南方海面，巴士海峡东部。2、3、4可能经过恒春以南向西通过，上挖近台湾。到时将是强度高、风场也大的风台。即使它的只有外围环流影响，也就是不直接侵袭台湾的话，我们的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南部地区还是会受到它环流的影响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环流非常的大哦，目前在预报看起来，它的暴风圈拉得非常的广，而且强度非常的大。
风台7月接续形成，办事大环境转做不稳定。办事开始，东南部地区甲恒春半岛爱咸风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南部地区也有雷雨。5号伫新竹到台南有雷阵雨。拜5到拜6午后，这个雨区会拖到中部以北地区。下礼拜2、拜3，东半部更要注意落大雨情形。气象署提醒，对各地影响程度有关看风台路径甲强度也有变数，要注意最新的天气资讯。记者综合报道。面对极端气候，长时间伫咧户外做事的劳工，可能会热到掉线，甚至严重者恐惊是会去伤到腰子。即马美国就开发出一款 AI 监测的装备，会当随时来掌握身体状况。这种侦测的仪器，除了会当搭伫胸坎，嘛会当搭伫耳仔的后壁，主要目的是要测量各项身体状况的指标，而且透过蓝牙连线传送到手机啊，也是研究人员的电脑内面。You just put it on your chest, and all of that data is coming into this device. And eventually, what our computer science team is going to do is use that data to train AI so that we are able to recognize someone who is heading into the danger zone before they collapse from heat stress, and send them an alert in real time to let them know, it's time to take a break, to hydrate, to cool down. 领导这个研究团队的罗克珊娜·奇卡斯，本身是对萨尔瓦多来的移民，包括带伊来到美国的老爸在内，真侪亲戚朋友拢伫咧农场也是建筑工地做户外的体力劳动。大汉了后去医学院读册，伊发现讲，这两种工课拢真会因为长时间拢伫咧伤过热的环境之下，互健康出问题，甚至大安尼破病。Farm workers are 35 times more likely to have a heat-related death, followed by construction workers who are 13 times. And so these are the two sectors that have the highest heat-related mortality. 奇卡斯是安怎会开始研究，其实是真简单，就是因为预防比治疗更较重要。这句已经流传真久的老话。We also wanted to be able to use technology and the power of AI to try to recognize before someone gets sick. 这项拢总5年的研究，是美国卫生部所属的国家卫生院来资助。对2001年开始，研究团队伫共款有真侪中南美的移工的福州，招募18个伫农场做工课的志愿者，到我条件是提供因免钱的健康检查。对这大多数拢是咧做户外体力劳动的移工来讲，这个实验毋但是对防范伤热破病带来希望，免钱的健康检查对无法度有健保的移工，尤其是有真大的吸引力。公司新闻齐家人编译。这极端气候毋但影响到咱的生活，伫咧法国的城堡也因为连绵烤花、连绵落大雨，这地基是开始变松软，排水系统也受损，就连花园的生态嘛面临威胁。全球暖化是愈来愈严重。伫法国今年的6月到7月，虽然降雨量甲英国差不多，不过烧热的天气，致使罗阿尼河的水位下降，也拿着数久长的罗阿尼河谷城堡群，也当面对气候变迁的威胁。当地医护人员也发现，因为烤花含落雨的极端变化，致使土壤无稳定，影响城堡的地基。Si ces pieux viennent à être tantôt à l'air, tantôt dans l'eau,la pourriture naturelle qui s'y installe est accélérée. Il faut que nous les maintenions dans l'eau autant que possible. 另外，城堡的外表也受到影响，因为淡过湿的环境会生果果生海草，造成石材到闭起后起，加速损长这寡果质的结果。Les murs que l'on nomme ici localement des perrets, où nous sommes, qui sont fragiles par nature parce qu'ils sont lessivés par les eaux du Cher et des fossés.qui maintiennent des remblais qui sont très sensibles aux variations hygrométriques. 城堡医护管理者表示，除了修复受损严重的城堡结构，亲像改善排水系统，来医护城堡四周的花园，予伊保持多样性之外，也使用仪器全面监测，发现暗中的问题，也针对无同类型的城堡制定适合气候的策略，来降低因为极端气候所带来的影响。公司新闻新路培编译。这起毋但是咱台湾的国际友伴，这几冬咱嘛有真侪文化交流。对9月20开始，一直到10月，伫台南要来举办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希望透过艺文活动，互咱双方的关系会当靠如画。
台湾和捷克有真侪文化交流，像故宫的翠玉白菜嘛，当地捷克展览。今年秋天，捷克和台南美术馆甲台湾文学馆合作，举办一系列的艺文活动，包括甲世界有名的捷克玻璃工艺重新展搬到台湾，也有电音活动 Launchmeet Festival， 要互民众感受国际电音甲电正式的声光体验，透过各种活动甲捷克文化介绍予台湾民众。I think to myself, maybe we should bring some Czech culture to Tainan to introduce the local like art lovers and culture. The Czech glass making and Bohemia crystal, it has a really long history in Czechia. We'll have a chance to really experience Czech popular culture. We also do cinema, and we decided to feature winners, Czech Oscar movies. And we actually starting this weekend. 这摆活动主题就合作捷克秋日上古台南，另外嘛要伫南美馆放捷克嘅经典电影，游子也有严密监控嘅列车。馆长表示，这嘛和台湾当代讨论嘅进行正义真有关系。因为台文馆嘛有捷克嘅囡仔册展，也会展出这几年台湾翻译到捷克嘅文学作品。不只是会使来看捷克电影，嘛会使来体验讲，阮白色恐怖的迄当阵的时阵，阮台南的文学家叶石涛。红掠来吼，关的迄个咧关的迄个所在吼，那所以这个历史上面的交汇，嘛差不多有31种吼，啊，伊的主题的包括人权吼，啊包括性别。一系列的活动自9月20起到10月，希望透过音乐、电影和册展等等的内容，和台南正做捷克文化亚洲舞台。希望透过文化交流，甲捷克和台湾靠甲愈活。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雅俊，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